下一摆我讲的是我讲过了无咪对就是讲我讲这个阿那达宾迪卡出世伫这个四大金刚的天啦，不是伊出世伫四大金刚的天，是宾比沙拉王出世伫四大金刚的天啦。这个阿那达宾迪卡出世伫杜西达的天啦，倒数天啦。当今我讲个这个经是经济部这个经是巴黎 Tech Society 的册，伊经的号码是 6.5.53 啦。有一摆这个婆罗门来找西村啦，问好无虾米了解路一边，了伊问西村啦，无他妈村家有虾米一项物件无？那是咱修会互咱快乐之时，个快乐后时，了西村因有婆罗门，了婆罗门个问啦，虾米是你一项物件？个他妈村家西村因กุศล心婆罗门，那是咱有กุศล心，咱会谈快乐之时，个快乐后时。这个经的意思就是讲咱出力咱要谈虾米物件，咱就要出力这真要紧或讲世间的物件对因果行啦，是讲因果是哪款的因果啦，是正事的因果还久咱做当今咱的讲咱的地位是咱出世伫倒落这个真古水也是无水，长命是低命，这个了是正事的因果摘来的啦。但是即时的因果本是要紧当今咱无虾米咱就要去做啦。他讲一个人，伊若是讲伊正事摘来这个功德可能伊会可能好业啦。但是伊若是无顾伊的业，当今伊做的讲伊赚虾米钱去博缴算去那款会害到伊家己。但是伊若是讲伊有这个福气，伊个骨力做工，佢要收伊的钱，顾伊钱虾米伊就会可能真正变真正好业的人所以咱会记啦，不是个了是正事的因果，是即时的因果咱就要做啦。所以佛讲骨力心真要紧